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探讨台湾话内底形容词。当然，真侪形容词拢是相对的，乌的就是对白，啊若咸的咧，就是对正。咱嘛知讲咧煮食的时阵，这妇人人，也是讲这总铺师，男性女性，夹着迄支鼎，夹着迄支煎匙，当然有当阵啊，就爱试一个咸正。即句咸正，就咧讲煮食，这普遍咱拢知。不过咱嘛知影讲相对的的观念，咸的对正的，有当阵啊，毋是干那表面咧形容这简单的程度尔。你像讲有一句话，讲正水鱼入咸水港啊。这个正水鱼，若收入去到海底，收入去到咸水的所在，才知影讲原来歹生存。毋则讲正甲咸，毋是干那表面咧讲口味喙齿食会知迄种的感觉尔。过来，咱来解说讲伊另外搁再增加出来意思。你像讲咸这里，有人咧讲吼，迄个人吼做人咸搁涩，咱知影啦，知影讲这是咧讲人当酸啦。毋则有迄个四句联。讲别人的阿哥咧开店，阮的阿哥咧卖盐，人的阿哥咧开店就对。啊，阮阿哥咧卖盐是咧生理精差，敢有无共？卖盐嘛是共款咧开店啊？毋是，后壁主要要讲买手这两句，讲一摆甲摕钱，一摆念盐罐的钱有较咸，对啦。啊，着食粥摸着迄个盐钱，当然是有较咸嘛。毋过食的咸，就是咧形容，就是增加解说出去的意思，就是讲吼，阮的阿哥吼，甲人无共啦，伊的个性吼有较咸啦。我若甲摕钱，逐摆就甲我念啦。毋则讲即个咸，毋若讲咧讲人当酸尔。啊，搁有哦，啊，搁有另外听到咧讲吼，哇，有一款人讲着话嘛咸笃笃，啥做讲着话咸笃笃？有迄个小姐人啊，体格好，穿插一个布料用较少尔。有的人看袂做，就甲讲哦，穿甲迄款形体吼，啥物要互谁看啦，种啦，即个批评的话，这真正听到就足咸。现代社会，人要安怎样穿插装摊，迄是人的代志。咱讲话就爱留口德，毋则讲存好心，讲好话，做好事，这真要紧。过来咸讲完，咱原来讲正，讲即个正。毋但干那讲口味食到较无遐咸尔，另外正哩原来会当对，毋是干那对咸嘛，会当对盐硬。啥做正哩对盐硬？煞毋知影讲有个人盐硬，原来有另外一款人软正。人甲你欺负，人甲你吞食，你自安尼鼻仔摸咧做你走，拢毋敢出来甲伊拼，莫非你做人伤过头软正？实在若毋是当事人心理的变化，咱毋知。软正也有软正的原因，啊，毋若干那即个正咧讲个性尔。你像讲做印刷的人，讲这色吼食较无够，嘛讲即个色伤正，毋则讲无论咸还是正，这拢毋是干那单纯喙齿食会出来的口味，佫有另外增加引申出去的意思伫咧解说。台湾的艺术就伫遮啦。